为了和乡亲朋友以及国内外友人更加认识台湾历史事件，罗里社区主办的中反罗里门北线尾中现郑成功登陆活动，已经迈入第12档举办。这次罗里社区结合定门宫、昆山科大华裔中心、南台科大休闲管理系、海军陆战队分家兰联名，5月1日将伫咧罗里门溪口模仿登陆经过。希望透过实地体验历史事件，让更多乡亲认识台湾的历史。5月7日，咱要来办理模仿郑成功登陆的活动。这个活动到今年办理已经是第12档。去年甲今年因为是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咱的规模无像应当遐尼么济。但是呢，咱的活动的定数拢照以往同款，拢照历史写的部分，咱一一来呈现。换穿古装的，换衫，了，甲郑成功祭拜了后，搁向上通祈祷了，咱较会落船，落船了，咱换三炮较有起价。安南区长叶志明也特别换上明朝将军的服装，甲海军陆战队分家兰联名的兄弟，做伙宣传2002中华北线尾罗里门模仿郑成功登陆的活动。1年1度的重返鹿耳门，重现我们郑成功登陆的一个系列活动。那整个过程之中，可以大家都可以共同的参与哈。过去整个郑成功军队登陆我们台湾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战舰也好，或者是说我们从历史里面去了解的部分，可以来体验所有的学子都能够来了解当时我们400年前来登陆的时候的一个荣景哈。5月1日当天，除了有青古装坐战船、模仿登陆等活动规划，另外嘛特别邀请北河区仙草国小太鼓队来表演，活动非常的精彩趣味，欢迎大小朋友踊跃报名参加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